成功大学医学院第2研究大楼生医卓群大楼3号上午，伫成大校长沈梦如、医学院院长沈延胜、甲前校长苏慧珍等人的共同启动，甲现场的贵宾做伙见证医学院创设40年来唯一一栋新建筑物的启用。包括成大杰出校友、副总统赖清德嘛特别派来贺电。典礼上，成大校长沈梦如嘛抱着欢喜甲感恩的心情，分享10年来起这栋大楼的过程。俗话说10年磨一剑我们是10年盖1楼，我们是花了10年的时间盖这个大楼了。那我想这个大楼能够在这边今天可以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共同庆祝这个光荣的时刻，一定来自各式各样很多人默默的贡献。那我大概分享3点，我个人在10年来，这个在我成长中留下3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一点，脚踏实地。张俊院长是在2013年8月要上任，他第一件工作就叫我来规划这栋大楼的 proposal。那第二个心得就是元熟事成其实学校 approve 要建这个建筑物，真正的困难才来那个时候这一栋的建筑物的预估的新建成本是8.4亿，不过那个真的是那个时候的黄校长，后来接任的苏校长，都很大力就说好，学校资助3亿。那时候附设医院的杨院长也很慷慨，也资助了3亿，8.4减3，还有2.4亿，就是请医学院去自筹。这个心得我就是很感动，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助，然后人助，老天爷就会帮你自助人助而后天助所以这个是我第3个心得，就是充满了感恩生医卓群大楼位伫成大陈省的校区，甲东风路、中营路口交界，未来医学院附设病院、生医卓群大楼，佮再加上日后的老人病院，成功大学将形成一个医学的聚落。会后，成大医学院为了欢庆创立40年，嘛特别伫医学院的总厅来设立纪念条，徛伫台南的地图顶面，象征成大医学院伫台南来深耕发展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